上一期结尾讲到，赫拉宫的妇人们为了让孩子进入清雅艺高，费尽心机，而身为平民的露娜母女顽强地在各方势力下周旋自保。眼看考试在即，平民和赫拉宫夫人们的斗争也即将上演。这天，周会长带着手下来到目标社区，一通乱打乱砸，一时间平民失去了避风港，绝望而无助的哭泣。周会长却闲适地坐在车内，通知夏医生和李律师进行下一步动作。夏医生来到 VIP 病房，向里面的社长举报社区毁坏市容。李律师则利用职务之便查到建筑主急需用钱，三人狼狈为奸。很快，这片社区成为了他们囊中之物。珍妮妈妈找到允熙，气急败坏地质问她是用了什么手段，竟然让校长息事宁人。允熙理直气壮要带珍妮去检查，看看珍妮的嗓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珍妮妈妈做贼心虚，但态度依然嚣张。在这些富人眼中，自己陷害平民是天经地义，而平民反抗自己，那就是不知好歹。允熙懒得再与这些富人纠缠，径直离开。允熙看到露娜正在刻苦练习，既欣慰又心酸。如果自己有本事的话，早就能为露娜找到更好的老师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露娜一个人练习。允熙正在出神，珍妮的英语老师找上允熙，老师表示珍妮已经成为千瑞珍的学子，自己这边空出来一个名额，刚好可以教导露娜。允熙又惊又喜，连连向老师致谢。上课时，老师告诉露娜，清雅今年的考试歌曲已经改成了德语歌。露娜瞬间慌了，清雅考试在即，恐怕没多少时间能给自己学习新歌。老师鼓励露娜，以露娜的天赋，短时间内学好德语歌绝对没有问题。露娜备受鼓舞，更加刻苦练习。与此同时，钱瑞珍也在督促恩星练习。瑞珍明知女儿音乐方面的天赋不如自己，但望女成凤的心理使她执意要求恩星以第1名的成绩考取清雅首席。这时，周会长发来短信，约钱瑞珍在35楼的花园见面。晚上，李律师提前翘班回家，妻子忍不住提醒他要在爸爸面前好好表现，毕竟律师的2个姐姐也对律所的继承权虎视眈眈。一向巨婴的李律师受不了妻子抱怨家人，和妻子闹起了脾气。安娜给明赫补完课，向律师夫妇辞行，准备前往周会长家给双胞胎补习。临行前，西京给安娜发来短信，说今天会迟来半个小时。安娜打算趁着这个空隙快速解决晚饭，没想到安娜刚拿出饭团，就看到千瑞珍。安娜无意间抬头，发现楼上房间里正在等候的周会长。下一秒，千瑞珍也出现在房间里。安娜连忙跑上楼去，目睹2人的私会。钱瑞珍没想到，在赫拉宫里居然还有一处这么美丽的花园。周会长问瑞珍，清雅的首席会是恩星还是西京？瑞珍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表示自己会公平处理。2人坐在一起拥吻，周会长粗暴地扯掉了瑞珍脖子上的珍珠项链，顺势送出一条更为名贵精美的红宝石项链。此时2人并没有想到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暗处的安娜拍了下来。安娜在周会长家补习时，顺手尝了一块点心。安娜觉得点心味道不错，悄悄拿了2块放进包里。门外的周西京看到这一幕，冷冷一笑，计上心头。他赶走安娜，然后趁安娜换衣服的时候，把自己的名牌钥匙扣塞进安娜包里。等安娜快离开时，西京追出来质问安娜是不是拿了自己的钥匙扣。安娜否认。西京抢过安娜的包，倒出里面的物品，钥匙扣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。秀莲心中明了，这是西京自导自演的一场戏。他客气地送走安娜，想平息这场风波。没想到周会长回来了，他是非不分，站在西京这边。周会长要求安娜向自己女儿道歉，不然就报警处理。安娜想起了自己曾经被诬陷成小偷，警察带走自己的情形，她不想再多生事端，只好答应周会长向西京认错。西京喊来明赫和珍妮到泳池集合，看着安娜向自己低头认错。随后西京蛮横地把安娜推进水池，撒了一把钞票，狠狠地羞辱她一番。看着安娜狼狈的样子，众人幸灾乐祸地离开。秀莲拿着打算送给安娜的新鞋，想到刚刚的场景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周会长推门进来，态度强硬地表示，不管安娜是否偷东西，秀莲都必须解雇安娜。秀莲看不惯周会长和西京这样恃强凌弱，她找到西京谈话。秀莲不希望西京小年纪就开始学坏，伤害别人。她想带着西京去向安娜认错道歉。西京想都不想就拒绝了。自己是什么身份？怎么会屈尊降贵，向一个平民低头？秀莲质问西京道：“你连妈妈的话都不听了吗？”没想到西京把埋藏在内心已久的心事全都吐露出来。
西京指责秀莲，秀莲又不是自己的亲妈，有什么资格管自己？秀莲一下子愣了，原来西京早就知道自己并非是双胞胎的生母。秀莲连忙安慰自己，虽然不是兄妹俩的生母，但这10几年来，自己早把两兄妹当作亲生孩子。秀莲的一番肺腑之言，西京根本听不进去。西京认为秀莲明明更为偏爱她的亲生女儿周慧仁。西京警告秀莲不要再惺惺作态，以她的妈妈自居。秀莲想追上孩子们解释，可是这2个孩子对她再无好感，秀莲只能留在原地懊悔自责。西京来到管家面前，告诉管家，管家说的没错，秀莲的确不是自己的生母。随后他让管家把秀莲和周会长拍的孕照丢掉，管家并没有照做，而是把照片放进口袋。秀莲向丈夫表示歉意，这些年自己大部分的心思和精力放在慧仁的身上，忽视了周会长和双胞胎。周会长表面上柔声安慰秀莲自己会照顾好慧仁，背地里却来到医院计划结束慧仁的生命。原来慧仁也并非秀莲的亲生女儿，只是周会长找来的替身。这天恩星正在练习，瑞珍又开始疾言厉色指责恩星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。而露娜这边，允熙看着努力的女儿感到骄傲。允熙一边帮露娜填写清雅的申请书，一边在心里默默祝福露娜能够实现心愿。很快到了清雅考试的日子，考生们蜂拥而至。露娜在等候区无意间看到清雅今年的考题还是意大利歌曲，并不像老师说的那样改成德语歌。允熙立刻拨打老师的电话，却发现联系不上老师。母女俩这才明白，那个所谓的老师是千瑞珍精心安排的。露娜想到之前没有好好练习考试内容，考取清雅怕是没有指望了，忍不住放声痛哭。允熙安慰她，虽然露娜最近都在练习德语歌，但之前也曾无数次唱过意大利语的歌曲。露娜拥有最好的嗓音，考试一定没有问题。为了给女儿打气，允熙忍着嗓子不适，第一次唱起了女儿经常练习的那首意大利民谣。母亲悦耳的歌声逐渐抚平露娜心中的不安。露娜忍不住站了起来，和母亲合唱完整首歌曲。露娜信心满满走进考场，然而评委席上，钱瑞珍通过幕布下露出来的那双鞋认出了露娜。露娜在走廊碰到了哭哭啼啼的恩星，珍妮看到恩星失误，有些担忧。旁边的西京却很淡定，就算恩星出了失误，恩星的外公是清雅的理事长，凭着这层关系，恩星无论如何都会被录取。里面的孩子们竞争激烈，外面的家长也开始唇枪舌剑。明鹤妈妈和珍妮妈妈一言不合吵了起来。秀莲刚想劝架，却被一个考生撞了一下。秀莲通过考生脚上那双破旧的布鞋认出她就是安娜。考场内，周西京和安娜打了一个照面。虽然安娜捂着口罩，但西京总是觉得眼前这个女孩眼熟。西京瞄了一眼考生的名牌，得知这名考生叫米雪雅。考场上，雪雅的歌喉惊艳四座，就连一向苛刻的千瑞珍都为之陶醉。很快到了成绩公布的日子，西京和西勋对自己被录取的结果并不感到惊喜。意外的是，音乐首席并不是西京，而是米雪雅。西京想到刚刚经过他们的安娜，追上前一把揭开她的假发，原来安娜就是米雪雅。而露娜得知自己落榜，激动地冲进暴雨里，全然不顾来往的车辆。允熙拼命追赶女儿，赫拉宫内，雪雅被扣在周会长家审问。西京愤怒地扇了雪雅2个耳光。雪雅不卑不亢，表示自己考取清雅首席也是凭着实力。说完直接离开。西京咬牙切齿，表示自己不会轻易放过米雪雅。当晚，西京就把补课老师是首席的事情发在群里，这样爆炸性的新闻立刻在赫拉宫孩子们之间掀起波澜。西京一行人把雪雅绑到废弃停车场教训了一顿。不光是孩子，就连赫拉宫的夫人们也聚集在一起抵制雪雅入学。与此同时，允熙终于在一条小巷子里找到露娜。露娜责怪允熙，要不是因为允熙和千瑞珍有矛盾，自己也不会被淘汰。允熙自责不已，母女俩抱头痛哭。最后感谢观看，别忘了关注收藏，敬请期待下期精彩剧集。